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8、9倍。昨天我已经把这个情况给厂家那边打了个电话。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哎，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行，这个问题过。下一个是人员问题。现在市场萧条，找30-40个博士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国内的姑娘多好看啊！那帮工程师见过什么呀？一个个的看花眼了，知道吗？你这嘴巴里就是吐不出象牙来。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你再找那些心思活络的，那怎么办呢？必须得是家庭稳定的，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最好是连家都能够搬回去。2年5到又涨钱了，我请你。哎呀，还是外边的咖啡好喝呀。放心吧，我知道，我去找厂家的人对接，看看能不能给那些工程师的太太们安排工作，给孩子们安排学校，是不是这意思？这话才是正理。下一个，财务问题。财务呢，林夕先兼着。前期的买设备的钱，还有头几个月的工资，都是我和刘涵出的。等到后续的资金进来，我们就需要一个正式的财务。那个时候让林夕去干销售总监。当然了，夫妻老婆店不好，所以这里面牵扯的问题，我们也需要规避。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来。缜密，方方面面全想到了。招人的广告我已经发了，资料你来筛选。我跟国内那边说了，如果我们博士人员增加的话，相应国内需要的人才公寓也需要增加。肯定给您办好。行，那我就去图书馆了，我还有很多资料要看呢。宗生，其实你出来，我特别高兴，要不然就算我有3头6臂，也忙不过来。还有啊，公司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领通，引领中国通讯芯片时代。走了。何超，对不住啊，因为我害你碰不了导航技术。没事儿，绝境才能逼人寻找另外一条出路，也许另外一条路更好呢。子夏来了，我跟你说，你可得好好的对人家。你在里边的时候，人家都快气疯了。来，跟我回去吧。这次多亏了海潮，你知道吗？国内对这件事情都不赞成，我爸说好多人都是反对的。是呀是呀，多亏了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你好好反思反思了吗？反思了呀。但是，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我一定拿下 TF。你还心存幻想呢？不是幻想，实事求是嘛。东升，你什么时候能踏实点儿，好好的、认真的做一家公司呢？踏实点儿，让我踏实，只能是
娶妻生子。我跟你说，哎呀，又回来了，没换锁吧？我这把钥匙还能开，什么意思？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快乐火盆现在火大着呢，东城快跳火盆跳过去！万事大吉！东城还有别的呢，在里边。不是说不搞这套了吗？怎么又来这出？那个吉利。菜，喝口粮食酒，喝3杯，邪气全。知道的是初一，不知道的以为开生日 party 呢，有这必要吗？行了，明明心里就喜欢人家，嘴硬，他都要走了，你就不能让他开心开心啊？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要不是海潮原谅他，他哪会？行了，别说了。哎，我跟你说啊，我爸以前的工作呢是贴瓷砖的，我妈就总夸他，说他贴得好，他最棒，手工最好，贴的对角线全都对齐，这招特管用，我爸特高兴。东升是个干大事的人，你别老揪着他小错不放。再说了，商场上本来就没有对错，你要是喜欢他，就接受他的全部。他要是像海潮这么靠谱，他全部我都接受。海潮也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很多点我要接受起来也很困难的。就像我们选择创业一样，我们不能只享受创业带给我们的激情吧，我们自然要接受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些负能量。我们不能只要好的不要坏的，开心一点。哎，他俩呢？哎，你俩快来呀！来了，都凉了。来了，快来！翠儿啊，哎，借这机会啊，说2句。首先呢，谢谢这桌好饭。哇，来吧。还谢啥呀？这个呢，谢谢您惦记我。林欣，谢谢你理解我。来，我呢肯定会好好干，对吧？对得起海潮总对我的牺牲，也对得起大家对我的期待。来，干了，干杯！哎，你这话应该跟海潮说。我跟他说不了这些，他能给我这个 CEO 也是因为他相信我的实力，他可不傻。来，借酒明志，再干为敬。干杯！啊，这么大杯都干了，来，开动吧，我们开动，坐下。可香了，谢谢小翠。哎呦，这肉新鲜的，多久没吃火锅了？你怎么又喝上酒了？看了份资料，感慨了，喝点酒。哎，你说还就有人啊，可以为了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远渡重洋，飞越千山万水。什么情况啊？说说你，说辞职就辞职，拍卖行的工作多好啊！不干了，回国帮张海潮管账，他1月给你多少钱？5000块钱。这都小事嘛。创业初期，原始股东本来就不应该多拿钱的。林夕，你说，爱是什么呀？爱是什么？爱是飞蛾扑火，爱是义无反顾，爱是万劫不复。喝多了，在这作诗呢。这些你都做到了，啊！张海潮去哪儿你去哪儿，他去硅谷你去硅谷，他回来你就回来。新婚燕尔，这个点不回家，你等的也是无怨无悔。你看份资料而已，怎么还看出这么多感慨了？看这份，
Miranda，哎，这不是那个他们说喜欢刘涵那个女孩是吧？这不行吧？刘涵还没离婚呢。你说郑海潮、刘涵这俩人，怎么命都这么好啊？啊？那你这打算怎么办啊？海潮总的意思，这米兰达实力也挺强的，这样是有点不公平。在领通这家公司，战略层面上 ，CTO 的话语权要大于 CEO。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架构师Jason Wang。我们正需要。我知道，海潮，我愿意跟着你干。欢迎。谢谢。What brings you here? Why can I be here? 哎，Miranda， And why are you guys even hired this kind of architect over than me? Wait. So you applied for this? I have to go. See ya. 是的。好，那别激动，我跟海潮商量了，觉得先不告诉你比较好。 This is just not fair. Miranda, I like happy ending. What do you mean? Am I gonna get myself into some scandals when I go back to China? 海潮，他会是很好的工作伙伴。 I mean, it's for your own good. Both of you. If Han gets divorced, I will give you the offer as first time. But Han, he's a good man. There is no way he will divorce. That's the reason why you like him, right? So, don't waste your time. Okay? Miranda, stop! Could you at least just listen to me? I like you. I really do. But 张海潮，他 he's made his point. Me personally, I don't like scandals either. I'd rather have a happy ending. And you know about my situation, you know about my father's condition. He needs to be taken care of by somebody. And in my case, this somebody happens to be and could only be my wife. So at this point, I can't get a divorce. But you know what? If there's an afterlife, 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n that life, 让我 I would definitely find you and love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But not in this life. I hate drama. 我跟你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戏剧化的桥段，而且现实比戏剧往往夸张多了。别为一地鸡毛找借口。谁找借口？你知道什么叫一地鸡毛吗？我跟你说，你我韩子高健，像杰森，我们都喜欢黄灵溪，而且都要追她，这叫一地鸡毛。现在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好啊。Just take care, man. Actually, we don't say chase after, just come and find me.
谢谢。安全带。给来，小朋友，哟，谢谢，谢谢。哎，那空姐，这个引擎的位置不对啊。博士，这艺术品都是加工过的，请您多谅解。啊，哎，谅解。李太太，像我们这样跟着先生们回国的太太不多啊，可能大部分都选择暂时留在硅谷了。毕竟是换工作、换环境，小孩子们换学校嘛，都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杰森的太太不就留在硅谷了？啊，这现实情况不允许嘛。我那两个孩子都大了，中文只能说不会写，你回国怎么上学呀？只能等他俩上了大学之后，我老婆才能跟着我一起回来。其实我们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俩先回去给我们太太趟个道，说不定他们随后就回来了。哎，你们也是回去创业的吗？是的，我叫张海潮，我是从清华到伯克利的。我也是伯克利的。啊，这么巧啊！学校没见过。我也是清华的。不行，张海潮，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呀？我们是做芯片的，您呢？我想回去做搜索引擎。谷歌。我想做中国人自己的搜索引擎。梦里许拿千百度，想家啊！真的是。是啊，这一晃我们都好几年没回家。大家好，我是航班乘务员李小丹。我们这架特殊的航班上有300名归国博士，这大概也会空前绝后。我代表故土欢迎你们，也在这里宣布，这架承载梦想的创业航班已飞入国境。各位，我们这个豪华海归团即将抵达，愿我们都能在我们挚爱的土地上，做出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有没有信心？有。各位，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唱首歌吧。啊，好，唱什么歌啊？刘海来。哎，天边飘。行，可以了，可以了。哎呦，该整齐一下。潘勋，太有处。哎呀，海潮他们这次算是荣归故里啊，而且是从美国荣归故里啊，这是还是您的功劳啊。这话怎么说的？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好。是，政策好。哎，来了，
欢迎博士们荣归故里。谢谢，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哎，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我太太黄玲琪。你好，你好，欢迎回国。谢谢。这好眼光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李东胜。哦，你好，欢迎回国。来，大家准备啊！大家准备，来看我这里，3、2、1，好。各位家属啊，你们真的千万不要着急，你们不要看外表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里边是全部都重新装修过的，是新的啊。想去哪儿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政府已经对我们很好了，给了我们这样的房子。3年人手一个别墅，谁住这儿？没人住这儿。啊，是，大丈夫能屈能伸，3年人手一个别墅。哎，您3位这边，咱们3个人，来过，我这参观，里边真的还不错，谁也不会住外观，都住里边，是不是？走。哎呦，我说东升啊，你看你这修了好几家了，才轮到我这都等半天了，辛苦你了啊。不好意思，我就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理解。哎，还有啊，你看这上海的天气这么冷，又没有暖气，这羽绒服啊也脱不下来。哎。而且呀，我们这人才公寓的墙又特别薄，你看这。是我明天啊，让公司给每家送一台电热器，这个冬天保证让你们不太冷。哎，那谢谢你啊！哎，对，我给你倒杯热水去。不用，你先忙着啊。能不能不要再关注他们了？可不可以干点有用的？我们现在很好，你成立了投资部、对冲部，我们有自己的技术储存部门，我们资金体量比以前大很多。给你布置个任务，帮我找硅谷做得不错的手机基带 startup，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收购他们。Gosh, Brian, are you crazy？ 就是因为上海潮离开了你，他就是活在计划表里面的 stupid engineer。他计划在 TF 待2年就2年，他当口要回国就会回国，他不会对你有感情而留在这个地方，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机器人就可以了。Hey, it's Brian. Yeah, I need you to help me reach out to China media outlets. There's a peace side I'd really like to release. Thank you. 你还真是看中张海潮啊！隔着太平洋你都要针对他。我想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成功吗？成功可以让你相对的自由一些，在可承受的范围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对付谁就对付谁。阿头哥，哎，最近对面有不好的新闻，你们千万要小心呐。领导来了。你们原来是做导航芯片的，怎么突然做起了手机基带芯片？啊，那个领导啊，他们现在这个方向啊，其实利用率更高，不光能够包含这个导航技术，而且还能够带回大量的博士。话是这么说，但我听说那个通讯芯片的难度要比导航芯片几何翻倍的难度。如果不难的话，不就谁都能做了吗？对呀，那就像我们以前做房子的时候，那房子造的细一点啊，难一点，那卖的时候卖的不要太好。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张总不能再碰导航芯片了，对吧？是，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我现在不是回国发展吗？那么以前的公司一定会给我一些限制，这个限制来自于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我来触碰的话，
他们就会拥有一个难以逾越的竞争对手。可我听说的是，因为李总的缘故，你才不可以再碰导航芯片了。以讹传讹的事情不可信。您能否把这看作是海外团队的一个计策呢？就是一个不想让我们团结的计策。对呀，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的。海潮，我们两个可以单独聊几句吗？正好，我和薛总还有事，你们聊。对，那个我那几个朋友呀，也想让东升解释一下，怎么就开始不做这个导航了呢？来，可不可以换 CEO？ 是这样，欧洲回来了一个团队，团队队长叫李跃，曾经做过诺斯亚的供应商，为人低调、可靠，背景无可挑剔。海潮总，与其两家企业鹬蚌相争，不如团结，你说呢？原本呢，李跃已经回国了，现在又在欧洲招人，3天后回国。这是他的资料。为什么不能做导航芯片了？那个张海潮还说什么导航是他梦想的缘起，怎么的？回趟美国就老母鸡变鸭了？那还不是为了赚钱吗？赚钱？这！哎呦，哥哥们，你们要是这样，我可就生气了。哎，格局能不能打开一点儿？未来手机的普及率和导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口，人手一台手机，每台手机只挣2块钱，这2块钱还得我们还分，那这个利润也是大到你们想象不到。哎，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吧？啊，真的呀，不然我犯不上这样。哥，37人的博士团带回来了，开销肯定少不了，资金得跟上。哎，这个我们明白。打个比方哈，这就好比在上海市中心造房子，那个投入那跟5线城市能一样吗？但是收益也不一样啊。说啥？喝茶，喝茶。哎，薛总，什么项目？带我。看你表现了。我香吗？香。什么味儿？茉莉。再闻闻。玫瑰。喜欢吗？喜欢。那你回头看到我。你等一下啊，你等我把这看完了。现在就看看我。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待会儿要跟李跃通话，然后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看完了。我们大概通话1个半小时，好不好？1点半结束，行吗？不好，现在就要。要不然这样，你先找点别的事儿分心。比如呢？比如，家里边垃圾没倒，你去把垃圾倒了啊。
还顺便可以走走路，锻炼一下身体，一举两得，怎么样？郑海潮，我穿成这样，你让我去倒垃圾啊？去换身衣服啊！哎，来了，好了，快去吧，快去。哎，我严实一点，别让人看到。快去。我真应该把你给倒了。好，我可以了。李月你好。365里路啊！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星星啊！哎呀，上海市区啊，已经看不到银河了。再过不了多久，长江也看不到了，抓紧时间吧。喝点。坐个牢，把自己变成诗人了啊！我这都第2次听你念诗了。我在想，一位喜欢银河，能写下苍穹一北的男人，会不会再一次抛下我？你是觉得海潮会抛下你啊？上次不就离我而去了吗？这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多了个案底，剪去了我的秀发，其他都一样。我听说啊，长江最近非常欣赏一个从欧洲回来的博士团，他们的队长叫做李跃，各方面都非常适合当 CEO。不像我有这些黑历史，你说海潮会不会就心动了呢？我听出了那么一点点的紧迫感。我跟你说，咱俩都是属于那种表面大大咧咧，但这心思啊，细着呢。没错，我们公司是为 Nokia 手机提供基带芯片，当然，未来是智能时代，我回国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点我们倒是不谋而合。不过，你想做哪个方向的芯片？2G，还是3G？当然是3G，这是未来世界。你觉得中国的3G 市场准备好了吗？当然。哎呀，我知道我对不起海潮，因为我让他不能再仰望天空凝视为我们指路的北极星了。但是我知恩图报，我会补偿的。他得信我，他不能老是怀疑吗？这没有怀疑你。是吗？我跟你打赌，他肯定会接洽李跃。就算是接洽，肯定也是因为领导。那没所谓，反正公平竞争嘛。我会让张海潮知道我的价值。喝了多少了？没喝多少，刚开始喝。林夕，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倒个垃圾倒了那么久。没有，碰到东升了，说了2句。都1点半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少喝点。你走吧。来，怕你冻着。不行，你手这么凉，还说自己不冷，你真的是。就坐了一会儿。秀什么秀？我又不跟你抢，给你吓的。聊什么呢？那么开心？没聊什么呀，就说了一下李跃的事。李跃有什么好聊的？他担心李跃会是下一个 Brian。哪有那么多的 Brian？这次你不会抛下他？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下他，只是按照我的创业计划，他当 CEO 的时间节点往后推迟了2年半。那就好。睡觉。我决定的事情都不会改变。
就喜欢你这样。海潮，我们今天来也没什么其他意思，就是看一下公司现在的状况。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长江科技产业园创投部的关总，毕业于西南理工大学电子系啊。关总不像我们，在半导体这一块他是行家。两位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上次你们说要做导航，等正式回来的时候就变了，对吗？对。关总您好。我们认为手机基带芯片市场份额更大，而且技术突破了，市场也更有前景。通讯芯片比导航芯片难很多，导航芯片你起十五杆枪也就打下来了，可通讯芯片包含的芯片技术非常复杂，除了导航通话，还有另外7、8个专项功能。手机导航芯片是5合1芯片，如果你把它融在手机通讯芯片里，那可是50合1，甚至100合1芯片。15人的团队是可以做出导航芯片的，但是通讯芯片至少要150人的团队。国外公司甚至有1500人的团队。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37人的豪华博士团。37个博士不算豪华。张总，你没有做过通讯芯片吧？没有，但是我认为我们边做边学就可以了。我们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要拒绝李跃博士？我跟李跃交流过，我认为他并不值得信任。人家可是有文凭的，不像你们啊，团队3位创始人全部退学，没有完成博士学业。张海潮有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那又怎样？竞争国资需要看一家公司的博士以及博士后人数，人数多了才能符合条件，这是硬指标。关总，别那么激动啊，还以为自己年轻呢。张总、李总也是国之精英，国之栋梁。你看啊，现在进入最后流程的呢，只有你们和李跃的团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万事大吉。如果不行呢，我们就得再考察考察。不过放心，我们和秦宇东组成的专家组一定会给予你们一个公允的评判。汉军，这个团队我有点不放心。张海潮在美国创业都成功了，美国天高皇帝远，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呀？各位，我们得从逻辑角度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他们突然带了这么多博士回来，不做导航改做通讯，通讯芯片需要好几倍的投资，且和导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就好比是设计旗袍的突然去设计运动服了，拐弯实在太大。原因他们说了，我觉得有道理，通讯芯片更有未来。突然改变计划，多了这么多博士，你怎么知道不是骗国家的钱，骗国家的公约？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博士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这半导体领域门槛太高，你们都不是这行的人，看不懂的。还有学历问题，如果就1个人博士退学，我还能勉强理解；3个人都退学，荒谬绝伦。美国读博可不容易，宽进严出，所以文凭特别过硬。这3个人肯定是读不出来才会退学。张海潮在美国的公司是上市了的，我们和局长一起考察过。张海潮创业故事没有逻辑，如果真的上市成功，有大笔期权，怎么可能放弃呢？啊，你会放弃几千万美元回国吗？这种事儿也是忽悠你们。关总，这也不至于吧？我感觉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有种，你也是学理科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凡事都凭感觉，那我们还要什么评估指标啊？总之，他的 TF 突然不允许他触碰导航技术，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他侵犯过别人的技术，盗窃过其他的专利，所以被人家封杀了，终身不能触碰导航技术。
如果不想浪费国家的钱，就要用各种方式证明我们很强。怎么证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证明我的技术很强。现在我证明了，他们看得懂吗？他们只知道看文凭。行了，想想对策吧。对策就是用他们看得懂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团队技术没有问题。否则他们投了根本就做不出通讯芯片的团队，岂不是更浪费国家的钱？跟我急什么？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